主来敬听的蔡牧师、牧师团以及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，我要代表全体师生，搁一摆来双联教会的众兄弟姊妹献上阮上深的感恩。多谢恁过去这么多年来对台湾神学院的支持、代祷甲奉献。旧年对神学院来讲，或者是对北部教会来讲，这个是真重要的一年。各位记得这张相片袂？旧年是纪念马偕来台湾宣教150周年。伫北部教会伫旧年伫逐所在举办真济真大的庆典甲活动，特别是伫和平篮球场，咱有接续2天，有几落千人长老教会北部的信徒聚集伫遐。我阁会记得，伫迄摆的特会中间，有将近100位长老教会信徒行来到台前，讲因愿意献身互主因。总是时间伫过，实在有够紧。咱已经来到2023年，甚至阁无偌久，2023就要来结束。各位，你敢有感受到亲像圣经讲的，时间伫过，实在是即紧，一目念久，咱就变老人啊！今年已经北部宣教151年，双联教会今年宣教是110年啊！有时我嘛足惊呢，我惊啥物？我足惊讲北部的教会是毋是爱阁等9年了后庆祝160年的时，教会才会阁一摆动起来啊！长老教会常常安尼，敢毋是？你敢袂惊？惊啥物？双联教会敢爱阁等10年，咱伫庆祝120周年的时，教会阁等起，阁起来吗？有时我嘛会惊，12年了后我人阁有伫食无？无人知啦。你敢会想要问，国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故事为怎样发展？国来双联教会的历史为怎样发展？如果这就是咱的历史，我想除了咱真关心咱教会国来会怎样发展了后以外，我想无一个时间比今仔日咱坐伫遮。咱每一个人拢真关心台湾未来的发展会怎样？咱不只关心，咱甚至是烦恼啊！如果这就是咱的历史，检测咱嘛就想要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故事的结局，最后故事的结局会怎样？咱嘛就想要知台湾。这个咱所听的土地，这个岛屿，最后故事的结局到底是怎样啊？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出自《使徒行传》。《使徒行传》是伫新约圣经中间真重要的一本册，因为伊记载了耶稣基督国外上天了后发生的故事。换句话讲，就是初代教会的故事啊！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足短，事实上，伊就是《使徒行传》这本故事册故事的结局结局啊！伊足短，伊安怎讲？伊讲保罗踮伫家己租的厝足足2年久，来访问的人，伊拢甲伊接待，伊好大宣扬上帝国的信息。佮假使关系主耶稣基督的事，拢无受阻挡。各位啊，你读到这款故事的结束，毋知你有啥物款的感受？我有检测中间有人感觉这款的故事的结局，你感觉真失望？为什么？伊甲咱上细汉所读的童话故事就无共吼，伊毋是一个真完美的结束，毋是一个 happy ending 哦。讲从此以后怎么样？王子与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无呢，这个故事的主角保罗，竟然是受关伫罗马
政府的监狱的中间，伊毋是一个 happy ending。不但安尼，毋知我咧读即个故事的结局的时，毋知你是毋是甲我同款，总是感觉即个故事无讲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就想要知保罗后来发生什么代志，你会安尼想袂？哎呀，保罗到底是一直关伫监狱，死伫监狱，还是后来罗马政府放伊出来，伊得到自由？咱嘛就想要知，保罗过来还佫有传福音去报道的机会吗？也是后来保罗就受处刑来死啊？使徒行传的作者拢无甲咱讲这啊。直到咱读故事读到最后的时，咱的心中充满侪疑问，甚至是好奇啊！也因为安尼，有人讲《使徒行传》是一本未完成的册。安尼，咱要问的是：为什么《使徒行传》的故事讲到这就结束？为什么《使徒行传》故事讲到这就来结束？因为故事的重点已经出来，敢毋是？咱若回想故事一开始，就是拄啊长长老宣调的时，甲咱读安怎读？故事一开始，故事的作者就甲咱讲，耶稣要就天进前，对伊的门徒讲，上帝用伊的权柄所定的时甲期，毋是恁通知，总是独独信心降临伫恁身上的时，恁就要得到快乐。要对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！打保罗人伫倒位？伫罗马。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啊，也是当时的人认为上远的所在，就是地极，就是罗马。换句话讲，故事的重点已经出来啊！对故事的重点毋是保罗，对故事的重点是上帝的作为啊！咱若发现《使徒行传》伫写即个故事，即个作者写即个故事的时，伊最后用一个字真特别啊！最后即个字，中文是讲没有人禁止5个字，事实上原文只有一个字啊。伊是一个副词吼，若是较正确的翻译，应该是安尼，只有一个字，无人禁止的，完全无受阻挡的。这个字真特别，因为整个的新约圣经只有出现一解，就是伫遮。安尼，咱要问的是，这个作者用这个字，正做整个使徒行传故事的结束。伊所要传达的信息到底是啥物？拢无受阻挡，这是表示保罗现在虽望是犯人，受关伫监狱的中间，虽望罗马政府予伊有自由，有人会当来探访伊，总是伊的双脚是白铁链啊，无自由的人啊，哪有一个犯人是自由的？无啊！在人看保罗是足无自由的。总是你发现保罗的心无受捆绑，足自由。虽望双脚白铁链，甚至人会取笑伊啊。总是保罗的心无受脱界，无受捆绑，悠然伫监狱的中间，勇敢传达上帝国的福音。任何人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外邦人，保罗拢愿意传福音。各位。你想看觅，若是换做咱会安怎哈？刚才咱会坐伫遐埋怨上帝，中文讲自怜自爱吼，有可能咱会坐伫遐埋怨上帝，讲主啊，敢有得啊？有得啊？无得啊？为着上帝的事工传福音，大发热心，最后我的下场是这样。如果换做咱面对别人对咱的祈求，讲哇，你服侍上帝，服侍到奉献到最后是安尼，咱敢才感觉真无民主啊！我讲啊，莫做，拢莫做，做甲老瓜，互人嫌甲老烂，莫做上好啊！
总是保罗无呢？保罗伊家己安怎见证？伊讲：我无掠福音做见效，我无掠福音做见效，因为福音就是上帝的大气力啦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请你甲即句话，这是上帝的应允，咱就爱强调的。福音毋是一个概念，伊是上帝的大气力。福音若传的是气力就来啊！所以拢无受阻挡。更重要的是，使徒行传的作者用这个字，要来宣告耶稣基督福音的德性。整个的故事用这个字，正做这个作者对整个使徒行传上好的注解啦。怎样讲？当咱你读使徒行传的时，你得到的印象是啥物？教会愈受迫害，福音愈广传。你有发现无？这是一个读使徒行传，你要得到一个真，咱讲真恶的接受。不过，伊是一种属灵原则。教会若无要做事工，拢袂有困迫、困着；教会信徒若无要传福音，拢袂有苦难。总是若福音要传的时，苦难就来。教会愈受迫害，福音愈广传，福音愈广传，教会愈受迫害。整个的使徒行传故事写到这的时，路加用这个字是要来宣告讲，虽望保罗受归伫家家的中间，总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无受捆绑。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上帝的大气力啦！各位兄弟姊妹，这款故事的结局，是毋是带予咱真大的愿望啊？伊搁一摆，予咱来看去，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咱的上帝说到做到，毋是像遐的政治人物，遐的人黑白乱讲白贼。咱的上帝说到做到。一开始，伊怎样应允伊的门徒？上帝说到做到，上帝的确会实行伊的应允啊！这款故事的结局，嘛带予当时的教会真大的安慰甲愿望。为什么？伊搁一摆来宣告讲，迄个伫咱内面的上帝是比世界搁较大，甚至赢过当时罗马帝国的政权啊！你在使徒行传伫写这本册时，当时的教会是怎样？因是活伫罗马帝国的统治的下面，互人失明对。初代教会当时是怎样？足弱小，是 minority， 足弱小，要传福音不但真困难，甚至教会是受困着、受迫害啊！所以当使徒行传的故事写到最后，用这个字。拢无受阻挡的时，这是当时初代教会上需要搁一摆听到的福音嘛。总是我也深深感受，这嘛是今仔日咱活伫台湾，咱正做台湾的基督徒，今仔日的台湾教会，咱需要搁一摆听到的福音嘛。台湾久长以来，咱拢是活伫外来的政权的威胁的下面。台湾教会福音传到台湾已经将近160年，总是咱嘛承认福音足歹传，基督徒的比率到即马无到5%。不但安尼，咱嘛看到教会的信徒不断地流失啊！咱要做主的工，莫做上好，愈要服侍上帝。愈会拄到真大的挑战，甚至有时咱都要举十字架来服侍主啊！所以，当咱睇到这款的故事的结局的时，我想，为何咱在座今仔日坐伫遮，活伫台湾，咱会深深感受到，这是咱爱起来紧来把握的。使徒行传的故事的结局，伊邀请咱都爱搁一摆相信。
咱所信的上帝，迄个伫咱内面的，是比外口搁较大，也过即个政权的。伊嘛搁一摆邀请咱，毋通失去对上帝的信。咱都爱真强调上帝应允，勇敢、紧紧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，完成上帝爱咱去完成的使命。这个使命是啥物？勇敢传讲上帝国的福音，教导这个世代人有关耶稣基督的事。因为上帝的主权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拢无受阻挡。是。使徒行传是一本未完成的册，因为只要信心继续做工，这本册故事永远袂结束。伊会继续有第29章、30章、31章、32章啦。保罗迄章已经故事讲了啊，总是咱看去2000年的教会，伫无同款的时代。有侪的信仰男女基督徒，伫因的世代继续伫写使徒行传的故事，包括马偕台湾省院第一位的院长。我拄仔一开始讲过，去年庆祝150周年，马偕宣告，伫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讲，足想要去马偕的故乡加拿大去做马街巡礼。我毋捌去加拿大，所以去年第一摆去加拿大，就是去拜访马偕伊的故乡，看遮的伊过去所行过的路。我去到伊的故乡足细的一个座拉乡啊，我去到伊细汉长大的即个厝体，主人已经换人，毋是马偕的后代，总是伫门口有一个纪念碑，写讲马偕捌伫遮生活过。你就有想想。甚至伫21世纪的今仔日啊，你去遐时，你会感觉真着惊。咱讲是足贫僻，鸟不生蛋吼。马偕的爸母拢是做田人，毋是背景足好，嘛毋是真有钱。当我徛伫遐的时，你细啊行，我想讲，一个伫乡偏乡长大的囡仔，哪会遮勇敢吼？勇敢行出小小的座拉乡，竟然来台湾做宣教师啊！什么款的勇气啊！我嘛去看伊上细汉长大的母会，早期叫老木屋教会，这间教会已经无伫遮，总是放一个模型来纪念讲过去教会是伫遮。我嘛去这个火车站乌斯达火车站，已经无伫使用。总是这个火车站真有纪念性。为什么？1871年马偕27岁的时，就是伫遮甲伊的爸母、甲伊的亲人来告别，然后坐船要来台湾。火车坐到徐卡哥换船，然后坐船要来台湾。我每一摆读传记作家伫写伫火车站的故事的时，拢互我足感动。迄天。马偕甲伊的爸母、甲亲人告别，每一个人的心拢足震动，因为因知，即摆马偕离开了后，毋知还阁有机会见到伊无，无人会当保证。你就知19世纪坐船是足危险的。故事安怎讲？伊讲火车已经来，时间已经到，火车就要开啊。总是火车站的站长足毋忍心赶马偕讲紧就车，因为毋甘，甲伊的爸母咱嘛好，大家足毋甘。2礼拜了后，马偕所坐的船来到美国的旧金山。有一天，马偕徛伫船顶，看到浩瀚的太平洋，伊足想伊的爸母啊，伊足想伊的故乡，伊就开始问马偕问讲。我敢永远拢无办法回去看我的爸爸妈妈、我的爸母嘛？伊嘛问，我遮少年27岁，我敢会看伫未来所要发生的遮个代志、遮个考验嘛？马偕问到最后，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啊！伊问讲，我今仔日做这个决定，敢是一个错误？
当伊安尼想的时，伊嘛想到伫海洋的另外一端，迄个亚洲要有遮尔侪人毋捌听过福音嘛。2个月了后，马偕的船经过台湾海峡来到台湾。事实上，原本马偕毋是要来台湾，伊想要去印度做宣教士，总是上帝带伊来台湾啊。所以伊的日记安怎写？伊讲，敢有一条无形的线，一路一路牵我到这个美丽的岛佛摩萨去啊。马偕1872年来到淡水，开始伊北台湾的宣教啊。咱拢知马偕，总是有人毋知，马偕受到伊的母会的牧师马坚志牧师足大影响。这位牧师，互我真佩服。伊本来是苏格兰人，甲马偕同款，总是领受呼召来到加拿大牧养者移民到加拿大的苏格兰人，包括马偕的家庭本身就是安尼。伊一世人伫遮只有牧一间教会。伫即间教会牧会37年久，我常常用这来勉励我的新学生讲哦，毋通定定换教会啦。一间教会若无徛在久，做袂有啥物款的工啊？37年的中间，培养38位宣教师甲传教者，马偕不过是38位中间的一位啊。这讲啥物？平均牧会一年就出一位传教者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今日看到双连教会，会当讲是咱北部教会中间真复兴的一间教会。我想到有一位老牧师已经退休，伊讲看一间教会有偌侪青年人愿意献身做牧师，就会当看见这间教会有复兴无？我敢会当安尼来挑战？咱的双连教会顶一摆有人去献身是啥物时阵？双连教会过来有偌侪人想要献身做牧师。马坚志伫做牧师的时，你知影因的教会是怎样无？一群少年人一直等，就是爱做牧师，感觉做牧师是一个真勇敢、真重要的代志。包括马偕，听讲青少年的是有一群青年人一直等，讲要赶快长大，要去读神学院当牧师。是这款的教会培养。亲像马偕这款的宣教师啊，咱在座有人做爸母的，嘛有阿公阿嬷，我敢会当甲你挑战。今仔日若是你的孙、查某孙，还是你的囝、查某囝讲阿嬷、阿公，我要来献身读神学院，还是讲老爸老母，我要来献身读神学院，你会鼓励伊吗？你会感觉这是做牧师是真勇敢的呼召吗？还是今仔日做牧师、做传教者，已经互人感觉是无受人看重、受人看轻的一个积分啊！我会记得，我从细汉伫淡水教会大汉，老一辈长老教会信徒常常伫讲啥物？伊讲若是上好的囝儿，一定是准备献身互上帝来用。总是我要讲，今仔日伫长老教会中间遮尔水的传统。我已经无看去啊！甚至真侪人爸母真热心伫教会，总是呐，你的囝儿、你的孙要读神学院，讲卖啦，做牧师，去做医生、做律师，去趁钱，靠路用啊！做牧师无路用。这个牧师互我真佩服，一直服侍主，一直到74岁。会当讲伊将伊一世人拢奉献互即间教会。我毋知你敢有注意到，伊退休的迄年是倒一年？1872年。1872年是倒一年？马偕来到台湾开始宣教迄年啊！换句话讲，我今仔日我讲道真少用道具吼，我今日有道具接棒。伊会当退休，因为已经有接棒，而且不止马偕一个，有38位的传教师、传教者、宣教师开始将这个福音接棒下去啊！马偕来到台湾宣教，伊讲宣教实在是足辛苦，伊承认，伊甚至承认讲这款的辛苦是当初伊要离开加拿大的时，是27岁
无想到讲会遮辛苦。迄款的辛苦是啥物？马街常常水土不合破病，马拉利亚常常伫发烧，几落摆喊啊死，还是伊去传福音，拄着危险，有人甲伊牵石头，不但马街家己受到攻击，教会信徒为着要信耶稣，为着要来做礼拜，甚至受人辱骂，也有兄弟姊妹因为要信耶稣顺道来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坐伫遮吼，主日礼拜你会当真自由来到拜堂做礼拜。我发现足侪长老教会信徒无了解讲，原来早期长老教会的教会历史是因侪信仰前辈背十字架、付代价、背命，今仔日咱才会当坐伫遮做礼拜。无人知。咱都爱珍惜，这毋是理所当然的，是因背命流血顺道，互即个福音继续伫台湾。今仔日咱是福音会当坐伫遮来做礼拜，即款的自由毋是理所当然的。不但会友受迫害，伫清法战争的时，战争的时，清朝政府因为怀疑讲，就是恁这基督徒，才会引这外国的兵丁来到台湾，就开始做啥物？开始迫害教会啊，拆礼拜堂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可能想讲拆礼拜堂是咱听到讲中国对岸会发生的代志，无呢？早期的台湾宣教士。真侪拜堂、礼拜堂是受政府拆毁啊！咱上知就是艋舺教会、新店教会、上山教会啊。这个拜堂受拆毁了后，马该做啥物？带伊的学生、带信徒勇敢徛伫已经正做平地的这地基顶面，勇敢唱圣诗。我认救主，无惊见笑。愈唱群众愈生气，然后用石头甲因弹啊！总是马该安怎讲？马该讲，因这种迫害的手段是对着受出来的心花招嘛？伊讲毋是，自古到来教会拢是安尼。伊讲因会对着会当顺利推翻耶稣基督的国度吗？马该讲无啦，做袂到。为什么？因无即个气力，因为天顶地下所有的权已经属伫耶稣基督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是咱今仔日伫台湾，咱有即款的愿望啊！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，拢已经属伫耶稣基督。马该继续伫写使徒行传的故事，就亲像保罗同款，勇敢传讲上帝国的福音，拢无受阻挡。这位拜交义讲，家己是毋是做一个错误的决定的少年宣教士，竟然伫台湾宣教将近30年久，带台湾某，最后死伫台湾。待伫台湾啊，马该一世人活无久，57岁就来过身。我今年已经53岁，我常常伫提醒我家己，那读马该就是想着讲，如果性命无抓着，我怎样把握我的性命伫有限的性命中间，我会当拍拼来做主的工。会当服侍主是一个上帝互咱真特殊的恩典甲特权，这是上帝互伊所要拣选的人，互咱的机会啊！马该伫台湾宣教无到30年，起做60间的教会，引带3000人信主，包括创办了台湾新学院。马该要过身进前6年，伊开始写伊的回忆录。我坦白讲，伊咧写回忆录的时，伊无想到伊会遮早就过身，受主恩召。伊
马该会死，伊会破病来甲足突然，连马该家己拢无想到。总是我想，上帝已经伫捏你啊！伊的回忆录写到最后一章的是，你伫读，就感受到讲，甲你读《使徒行传》故事的结局同款。马该怎样写到最后一章，伊讲：我的故事讲到遮，只有讲一半。我讲的这几章不过是一小部分啊尔。今仔日明仔载故事我拢无办法讲完，真正的故事才要来开始。英文是讲 The stories keep going。这个回忆录原本是用英文写的，所以今仔日我会讲到的题目是对伊的回忆录所得到的灵感嘛。The stories keep going。马该讲，遐也未保全的部分，就是上帝的册，这本册也未有人读过的啊。安尼啥物来写？后代的基督徒，后代的教会，你甲我继续伫写这个故事啊。马该57岁就过身，总是就亲像约翰福音安怎讲？一粒米若无落伫土里，死里犹原是一粒；若是死，就结出侪侪的果子来。马该的接班人是啥？吴威廉牧师。我相信咱双连教会拢无青疏，因为吴威廉牧师就是咱双连教会第一任的小会的议长。吴威廉牧师乃来台湾，咱知影宣教师拢爱回国述职哈。马该1880年来台湾，要将近8年才要转去加拿大。加拿大的母会一直讲：你爱转来，马该无爱转去。伊讲：即马叫我离开台湾，比我当初要离开加拿大更较困难啊！这是讲啥物？台湾已经是伊的祖家啦。好不容易1880年回国述职，马该第一摆转去分享伊伫台湾的宣教的时，吴威廉牧师坐伫下听。青少年只有19岁，受到足大的感动。吴威廉牧师19岁就立志讲：我未来若要做，上款要做一位宣教师啊！真正12年了后，伊31岁，带伊拄啊结婚新婚的牧师娘坐船来到台湾，伫淡水正做马该真好的同工啊！有没有接棒？有啊！马该后来过身了后，吴威廉牧师正做北部教会真重要的一位领导者。安尼，咱要继续讲，你可能嘛就想要知，安尼马该母会的故事，马该本来迄间遐尼复兴的教会，后来怎样？你有想要知无？我旧年嘛有去。这间拜堂原本是老木屋教会，总是后来搬去较市区较闹热的所在 ，Embro。因伫建设到30周年的时，起咧拜堂，甚至献堂吼，这间拜堂有够水。因当初献堂的时，楼顶楼骹有一个意象，就是会当坐500-600人啊。吼，我刚去的时，哇！真大间的拜堂啊！吼，你会当想象19世纪，我讲迄个工匠之美啊，因大部分拢是做餐人呢。即间教拜堂，总是你会当看见讲，当时19世纪的时，会当讲所有的会友将上好所有的一切献到上帝面前，去即间礼拜堂足水。总是迄天我去的时。教会伫倒做礼拜，地下室。迄天做礼拜，椅啊算算的无够20人，拢是老人。无够20人，那就用遐尼大间的拜堂，并且无看到少年人。上少年的，就是大钢琴迄个几岁50几岁。教会的职事是上少年50几岁。迄天我坐伫遐做礼拜的时，我的心足痛。我一直问讲，一间捌遮尔复兴的教会，
一间为着亚洲差派这么多宣教师，培养这么多好的传教者的教会，今仔日哪会变安尼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另外，我嘛去这间教会，这间教会嘛真有历史的意义啊。就是马偕第一摆回国述职的时，伊要回来台湾进前，伫这间教会信徒为办一个晚会、欢送会。马偕迄暗有一个任务，就是要用所有的信徒，迄阵是牛津郡的所有的信徒来募款。为什么募款？为新学院募款。因为马偕迄阵心内已经看到台湾的宣教袂当一直靠国外的宣教师啊。台湾人家己都要起来，台湾人都要有家己的传教者，所以伊要开始办新学院，伊需要一笔钱，之前叫做逍遥学院，伊拢带学生四围去传福音、教导因，总是马偕发现讲不够。我要起一个新学院，会当培养在地的台湾人传教者、台湾的宣教者的稳定啊！伫迄暗，信徒就热心奉献加币6215元，马偕就将这个6000几块带回来台湾。伫今仔日的真理大学，你若去的时会看到一间叫做淡水牛津学堂。迄个牛津不是英国的 Oxford。是纪念加拿大牛津郡 Oxford County 所有的信徒奉献，这就是台湾新学院的真心啊！总是这间教会我去的时，我着惊。今仔日这间教会已经变作商业的用途。外口一个看板写 Business Complex， 你入去看的时，唯一会当看的只有这三个。你用了啊，会当又讲过去遮是一个拜堂吼，第一张已经凸起来，这个壁你去就是过去的拜堂，总是内面即马已经改做一间一间的 office 出租啦。迄个楼梯爬到2楼的阁楼，然后真简单的彩色玻璃，互你约略会当又讲过去伫遮捌有人做礼拜。教会已经变做 office， 这互我想到10年前我第一摆去苏格兰旅行。你看这间教会拜堂有水无？有够水！中世纪的拜堂，迄个彩色玻璃有够水，总是你行入去就着惊。正边2张相片暗暗你看袂出来。搭拜堂诚做啥物？夜店，内面啉酒、食饭、听音乐。拜堂已经关门，不但安尼，迄摆的旅行我实在是心内足震动，毋是只有即间，沿路看足侪教会，远远看足水，行近来看拢是 for sale。拜堂关门，各位兄弟姊妹，礼拜堂若无人，较水的礼拜堂拢无有路用啦。重点是有人无？咱唔通想讲教会复兴是必然的现象，唔是。马偕的母会不遮的复兴，总是今仔日竟然变做这款的光景。咱嘛唔通想讲礼拜堂教会未关门，这是10年前的相片。我家己住伫美国的时，美国嘛足侪教会一间一间伫关门，为什么？教会老化，无人，教会要经营袂落去，无办法聘传教者，教会只好关门啊！你们问讲今仔日加拿大长老教会怎样？3礼拜前，阮有一位长老教会的神学院的院长对加拿大来神学院演讲，伊讲2个事实，互阮足着惊。今仔日伫加拿大，将近48%的教会无传教者，羊群热嘈，亲像牧牧者伫牧羊一款啊！牧牧者讲道，牧牧者教导，牧牧者甲因关心。各位，恁想恁教会这么多牧者，恁爱珍惜，好好爱你们的牧师啊！这不是理所当然的。
有的教会是找无牧师、无牧者，为什么无传到这？真简单，老牧师退休了后，迄个速度足紧，少年咧要读神学院的速度没有成正比。神学院若无人要来读，甲教会同款；教会若无人就关门，神学院若无人，嘛是同款关门啊。若无人要来读神学院，神学院敢有必要阁继续开？伊讲，伫加拿大即嘛一寡神学院经营足困难，因为学生无多，至到神学院都爱卖学校的校队，才有钱来经营即个神学院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家己做一个神学院的院长，我读到即款的数字的时，我足着惊。看加拿大的舞会，应该爱诚做咱足大的提醒啊！我嘛足惊，有一天加拿大长老教会会现况，敢会诚做咱台湾基督教会同款？教会一间一间伫关啊！神学院到后来无办法经营，咱是无啥物地通卖啊！神学院要安怎行落去？接棒，今仔日棒子已经来到咱台湾。安尼，咱要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今仔日怎样啊？2019年，互咱一个数字，真侪人毋知，福音传到台湾已经将近160年，基督徒的披露加天主教加起来不到5%。这伫讲啥物？咱欠福音的罪是足大，100人的中间只有4个人是基督徒。去年伫庆祝150年的时，台北中会办一个足有意义的活动，一个研讨会，办伫倒位？办伫艋舺，因为这间教会是当初福音上歹传，艋舺足歹传，庙足多，受疼的礼拜堂嘛是伫艋舺。伫即摆的研讨会，互咱两个数字，我爱甲咱分享。你知台湾长老教会伫台湾，咱讲是上大的宗派。安尼，请问你敢知咱的长老教会信徒人数有偌济？号称25万多，就是有登记的、有数字的，总是真正有伫教会出入的，无到10万人，无到一半。咱讲长老教会是上大的宗派，咱毋通想讲咱人足侪无呢。台湾2300万人，长老教会的信徒不到10万。有伫出入伫教会，台北中会，佫互咱一个数字。我家己本身是属伫台北中会，恁是7000啊。我嘛足好奇吼，7000过去即几年来教势怎样？台北中会的数字是讲，对2013年一直到2021年，短短无到10年的中间，信徒减少将近3000人，足紧。并且减少的是啥？少年人。今仔日我若去教会行一日，我感觉每年的奉献主日，互阮全校的师生有一个机会，会当全台走透透，去无同款的长老教会去看，愈看愈会愈紧张、愈烦恼啊！为什么？今仔日你看的是教会长老教会普遍老化，无少年人。拄啊，迄场伫少年教会看到足侪少年人，安尼已经算侪啊！我是足感动，即马伫少年教会算是足特殊吼，抑阁有遮尔侪少年人，真侪教会已经无少年人。不但安尼，真侪长老教会已经是第4代、第5代、第6代的基督徒，就出世就是基督徒，总是也未真正体会福音是啥物啊。不但安尼，咱也发现真优秀的长老教会的社青青年人，无人真愿意献身互主因啊。今仔日的教会就是明仔载神学院。当我讲到这的时，咱的烦恼袂会啊。教会若无用神学院，就袂用啦。为什么？
因为新学生对倒位来？对教会来。教会若用新学院才会用，教会若推荐较优秀好的新学生兄弟姊妹来读册时，受到新学院的培养，你毕业了后去甲教会伊影响的就是一间教会啊。讲到这个时，各位兄弟姊妹，教会甲新学院、新学院甲教会咱的关系是足亲密的，是咱的新学院。咱的教会，这有可能是恶性循环，嘛有可能是正面循环。今仔日教会困境是啥物？5%无够的基督徒，咱要做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我给恁一个事实的数字啊，你敢知？长老教会未来10年对今年开始算起，2023未来10年有偌侪牧师要退休？这是2019年的数字，即马已经2023年，最后一年的人已经拢退休啊。满70岁，用70岁来算吼，满年未来10年，长老教会有430位的牧者要退休。你看到这个数字，你会着惊袂？会哦。换句话讲，对即马开始，咱一年至少都要招生有43位长老教会的信徒愿意献身来做传教者。若无的时，退休的速度可能无办法甲迄个来读新学院的速度成正比啊！会诚侪长老教会伫加拿大即马的情况啊！啊！你讲牧师43位一年有困难无？台湾长老教会10万的信徒出43位，遮尔难哦！我会当甲你讲，足困难。长老教会3间新学院，台神、南神、玉神加起来，即马一年招生有可能无到43位。讲到遮个时， The story keep going 我拍一个问号啦。今仔日这个棒子已经交伫咱的手中，各位兄弟姊妹，我要用大队接力哈！我相信你细汉的时一定已经走过大队接力。大队接力是团队服侍，一个人只能跑100公尺，你要尽量冲。这一棒跑完，换别人。换作为讲这个大队接力，你甲人讲什么款的 case？ 你会当走你这一棒跑完给你跑，你若唔走，机会都互别人。总是伫大队接力，你上惊的是啥物？两种情况，就是这个棒子安怎落伫涂骹，佫翘起来已经伫一段时间啊。啊是第二种的情况，就是你一直走，后壁拢无人来接啊。 你助跑，到后来你无办法来接，你这个比赛就输去，你知无？今嘛长老教会上惊就是无人来接，因为看到安尼，台湾新学院伫将近10年前，阮开始一个青年复兴运动，阮叫做台新运动呀。 有只有一个呼召甲意向，就是阮看到长老教会伫10年前，我已经看见长老教会青年人愈来愈少，所以一群新学院的老师、学生一年办一摆特会，目标就是长老教会青年人。阮个会记得伫2014年哈，你看那时候好年轻啊哈。2014年，我带学生 来做这个门徒营伫和平长老教会，迄摆上帝互阮看一个真大的记号啊！阮行一条啊！阮伫真短的时间来准备，总是迄年将近520位的青少年长老教会组织伫和平教会，一个特会队2013年一直到今年已经第10届啊！过去3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阮停3年无办法出去办大型的特会，总是今年阮伫祈祷中间发现时间已经到，阮都要搁行出去。我毋知你敢有注意到这个消息？2礼拜前，
阮伫7000中会荣兴教会，搁一摆伫疫情后行出去办门徒营，迄暗我足感动，将近200人长老教会的青少年组织伫荣兴教会。伫迄摆特会中间有47位决志讲要代职侍奉，有将近10位讲伊要全职侍奉。昨暗，你知影11月是台湾神学院全体师生上忝，因为原来全台湾走透透。昨暗拜六暗伫高雄，有一群的神学院的老师甲学生伫高雄的佑昌教会办第2场的文道营，因为阮感受到，袂当只有伫台北，嘛爱行去南部。昨暗将近140位长老教会的青年组织伫佑昌教会，中间将近5位决志献身讲想要做传教者，总是嘛40几位，伊立志讲，无论伊做啥物，伊要做代职侍奉。搁我拍拼，伫伊的工作顶面传福音，搁我拍拼，伫伊家己的教会来做事工啊！各位兄弟姊妹，阮确信今仔日的神学院就是明仔载教会。阮行出去，不断地呼召，搁较侪合伫上帝心意，即个世代的青少年、青年人献身互主来使用。安尼，我要问的是。咱在座的兄弟姊妹咧，马街，咱讲马街的精神都爱代代传。你要传马街啥物？我读马街，发现马街是一个行动派啊。伊上讨厌是啥物？伊讲足够讲，嘴足够讲，拢做无啥物代志的人。今仔日长老教会是足侪信徒就是安尼，批评有啦，讲闲仔话有啦，真正做工无咧。马街是行动派，伊讲哦，信用毋是空嘴保持，信用都爱有行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今仔日这个棒子一定接伫咱的中间。双连教会复兴，敢是理所当然？绝对毋是。长老教会未来的故事要怎样写？你敢相信？今仔日咱坐伫遮，诚做上帝救赎的囝儿，咱的性命毋是偶然的，咱一生的性命有偌长无人知。特别这年来，整个世界的局势，敢有互你一寡启示啊？你看到整个的战争，你有得到什么款的启示？我得到的启示是性命无定着，都爱趁黑暗还未到进前，就爱紧拍拼做工，因为黑暗一来，咱就无机会做工啊。咱得到启示是，人若趁到全世界赔了家己的性命，有啥物利益？人阁会当用啥物来换性命？当咱看到这个新闻，战争一来，搁较水的厝，搁较多的财产，有可能伫一暝的中间，完全拢成做无去啊！啥物上重要？性命上重要，人的灵魂得救上重要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唔通白占土地啊！无论你即马几岁，无论你做啥物，就确信你的故事是诚做双连故事的一部分。你性命的故事，嘛要诚做台湾长老教会故事一部分。你的故事，嘛要诚做咱台湾这个咱所听的美丽的岛的故事的一部分。检采就亲像咱读任何的故事册同款，咱嘛足想要知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啥物？我嘛想要问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最后故事的结局会怎样？我嘛想要问，台湾最后故事的结局会怎样？主啊，你什么时阵要复兴台湾？主啊，你什么时阵要复兴台湾长老教会？主啊，你什么时阵你的国度要临到这个土地？这个土地会成做上帝国律法的统治啊！你想要知无？什么时阵？当时的门徒嘛问国外的主啊，
伊问讲主，就伫即时吗？你啥物时阵要复读以色列？国外主无回答，国外主安怎讲？讲莫去问啥物时，时是上帝的主权，毋是咱通知。总是主讲，独信心降临伫恁身上的时，恁就要得到快乐。伫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最我的干净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希望咱毋知台湾的故事会怎样结局？希望咱毋知双连教会的故事会怎样结束？希望咱毋知台湾长老教会的故事最后会怎样结束？总是咱会当确信知的是啥物？故事的结束结局是伫这位上帝的手中。上帝是历史的主宰，上帝永远伫掌管。安尼咱会当做的是啥物？紧紧把握伫咱有限的生命时间的中间，紧起来做主的工。勇敢传讲上帝国的福音，教导人行伫上帝所爱的道路的顶面，因为上帝救赎的计划，上帝的主权无受任何的阻挡。希望要参与伫上帝国，咱都爱受苦背日一个。各位，容我讲一摆，要参与伫上帝国，咱都爱受苦也是一个。总是今仔日咱会当坐伫遮，是过去最信仰的前辈，因付代价也是一个。今仔日咱也会当坐伫遮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那么今天，我们是不是也要种树啊？无咱后一代要安怎？今仔日长老教会上欠的是啥物？我老实讲，长老教会是全台湾所有的教派中间资源上多，人才济济。总是今仔日长老教会上欠的，毋是真有钱、真有运势的人。今仔日长老教会上欠的是愿意为着上帝国付代价也是一个人。资源足多，总是咱毋愿付代价也是一个。马该1895年，伊第二摆回国述职。请问你看到1895年，你想到啥物？甲午战争。甲午战争，台湾挂互日本，真做日本的殖民地。战争发生的是马该拄啊转去加拿大回国述职。各位，我请问你哦，若是你要转来无？你讲啊，家在无伫台湾哦？你知当时伊全家口啊拢去呢？伊的太太无师娘，伊的囝三个囝，查某囝上大16岁，第二个查某囝15岁，上细的囝13岁。请问你要转来台湾啊无？马该决定转来台湾，为什么？伊知影台湾挂互日本真侪人的殖民地，是上需要福音的事。伊带伊全家口转来台湾，用全家口的性命继续写这个故事。为什么伊会伫1895年写回忆录？因为伊的加拿大的同工足惊马该转去台湾会发生代志，讲你紧甲写落来，无伊无要写，伊写落来，惊讲你若发生代志，你过去伫台湾所做无人知，伊才开始写回忆录啊。回忆录写到后壁，伊写一个祈祷，这个祈祷你会看到一种的愿望，是一种将末的愿望，看到未来，讲这个美丽岛上帝的所听的台湾，伊会继续落去。我要用这个祈祷来真做咱你我今仔日伫台湾，咱会用这款的祈祷。马该安怎祈祷讲？伊讲，福尔摩沙是根据上帝的旨意所建立的地方，就如同猎户星座或金牛星座一般，而上帝的旨意
将会很快实现，时刻不断地展开。希望我们再度向遥远的福尔摩沙出发时，能在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上更往前推进。我们不害怕，我们信赖永恒的上帝啊！希望耶稣我们的救赎主，让我们以及他所有的教会都能够真诚忠实，直到主的再来。希望我们能够生活在胜利的光芒里，使世界的国度成为上帝的国度。这个岛屿将等待上帝的律法来统治。讲到最后，我要用马偕的诗，伊捌写一首诗，最后的徛家来成做咱最后的结束。我想这首诗伫这个时节伫遮是足适当的，嘛要成做咱彼此的勉励甲提醒。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啊，我的青春拢总献予你。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啊，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。我伫云雾中看起山岭，对云中骑空观满全地，波浪大海中遥远的对岸，我意爱伫遮眺望无线。我心袂当挂你的台湾啊，我的人生拢总献予你。我心袂当挂你的台湾啊，我一生的快乐拢伫遮。毋茫我人生中的煞尾站，伫大影拍拍的乡下中，伫遮会当找到我最后的徛家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未来的台湾会怎样？我确信教会要紧起来，这是教会宣告的时代。教会承担上帝恩典福音的使命，互今仔日伫充满未知的台湾的未来，充满最惊吓的中间，教会会当通过疼甲受苦，搁一摆将愿望带予咱这个全岛岛属的台湾人。愿上帝坚固咱手所做工，愿上帝的福音会搁较侪伫台湾的中间，互搁较侪人因为听到福音，会当归向伫主的国度的中间，荣光归于上帝，愿平安伫咱的中间。阿们。